兄弟姊妹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2024年2月初8。今仔这个经文是诗篇50篇第1节到第6节，列王记上卷11章26节到40节，哥林多后书第2章12节到17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主的仆人。主的仆人应该着爱知，着爱明白主人的心意。但是事实上并毋是安尼，就好像亲像耶稣基督伫路加福音15章所讲着迄个浪子故事中间的大囝同款。伫上落尾，咱发现这位大囝伊呢，只有注意着家己的利益。根本就无注意到伊的老爸，也是讲上帝的旨意，是一个无好仆人的典范。就好像亲像迄位领着一千曲无要做代志的仆人同款，伊了解家己非常明白主人的旨意。着找理由，其实伊袂通追求家己的欢喜啦吼。这是主的仆人应该尽力去了解、明白上帝的旨意，袂通追求家己所欢喜的违背上帝的旨意。咱所熟悉迄一位足有智慧的所罗门王，伫伊年老的时阵，伊选择违背上帝的旨意，去敬拜着西顿人的神明阿苏塔罗、摩押的神明基月，以及阿文人的神明摩洛，离开了上帝的道路，所以互上帝来受气。圣经记载讲，迄个标题写上帝对亚罗波安的应允，由尼巴的囝亚罗波安嘛起来反叛王，伊是所罗门王的人神，是以法莲之族的西利达人，伊的老母是寡妇，叫做法罗亚。伊出手攻击王的原因是安尼：所罗门起造弥勒，修补伊的老爸大必城的破壳。亚罗波安真有才能，所罗门看到这个少年温群，就派伊管理约瑟家所有的工程。有一日，亚罗波安离开耶路撒冷。示罗人先知西雅伫路年拄着伊，迄时西雅穿一领新衫，因两个人伫田里，以外无有别人。西雅摕伊的衫，会穿的新衫，拆做12块，甲亚罗波安讲：你通摕10块。因为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：你看，我要对所罗门的手拆离伊的王国，将10支族予你。毋过，因为我的仆人大必，以及我伫以色列众支族中间所敬的耶路撒冷的缘故，伊也有一支族，所以因为因气杀我，去拜西顿人的神明阿苏塔洛、摩押的神明基月，以及阿文人的神明摩洛，无亲像伊的老爸大必行我的道路，做我看做正直的事，守我的规例甲命令。毋过，我无要对伊的手收回伊全部的王国，
犹原要互伊一世人做王，拢是因为我的牧人大卫的缘故。伊是我所拣选的，有受我的诫命甲规例，总是我要对伊的囝收回王国，用10支族互你，留1支族互伊的囝，通互我的牧人大卫，伫我所拣选互人来敬拜我的城耶路撒冷，不时有一耙钉伫我的面前。我拣选你，照你所爱的，互你做以色列的王。你若亲像我的牧人大卫，听我所有的命令，行我的道路，做我看做正直的事，守我的规例甲诫命，我就甲你同在，将以色列交互你，甲你建立稳固的王朝，亲像我为着大卫所做的相款。我要因为安尼来刑罚大卫的后代，毋久袂到永远。所罗门爱要杀死耶罗波安，耶罗波安就逃走去埃及，到埃及王这个西沙遐，伊和伊伊踮伫遐，到伫所罗门死。咱看见以色列的王国，到伫所罗门的王朝的时代，就诚做一个全盛的时期。但是嘛，因为所罗门王为着追求家己的私欲，来离开上帝的道路，无有接受上帝所赏赐的呼召甲旨意，所以上帝兴起了一位好的牧人来代替所罗门王。但是慈悲怜悯的上帝并无因为安尼对所罗门来甲伊断绝伊的路，阁留着小小的区域来互所罗门王。保罗是一个真标准上帝的牧人，因为济的作为顶悬，伊拢用上帝来做思考，也因为安尼，伊担心着其他的使徒，特别是提多，也提到伫上帝的保守。是啦，基督徒主的牧人，应该得爱来明白上帝的旨意，得爱追求主的恩典，顺服伫上帝的命令。哥林多后书第2章12节到17节，提到着当时是保罗的作为。开始是写着保罗的挂语，讲我去特罗亚来传基督的福音的时阵，主已经甲我开工作的门。不过无拄着我的兄弟提多，我未安心，就甲遐的人3次去马其顿。14节，伊标题讲靠基督得胜，感谢上帝，因为甲基督结连，阮时常互上帝冲去参加基督凯旋的行列。上帝佮用阮去逐所在来散布人捌基督才有的香味，无论伫地球，也是沉沦的人的中间，阮正做基督香味献互上帝。对伫沉沦的人是死的臭味，对特别得救的人来讲是活的香味。什么人会堪得做这款的代志？我无亲像真济人将上帝的话做俗话拍卖，颠倒是做一个纯真的人，爱受上帝的差派。
伫伊诶面前靠基督来宣讲。也咱看到保罗毋是将上帝诶信息变成做家己利益来行销啦吼，却是用诚恳诶心志来服侍上帝，来传扬福音，因为伊明白上帝差派因诶旨意啊。安尼心志是基督徒应该着爱学习、坚持，并且活出美好诶见证。诗篇50篇第1节到第6节，真神的敬拜。上主全能的上帝对东到西出声，呼召全地，对水无比的色安，上帝的光发出。咱的上帝来临，一定袂静静，有焰火伫伊的面前跌倒。有暴风伫伊的四围底扫，为着要审判伊的子民，伊调天甲地来作证。伊讲着调集我圣的子民来我遮，就是用祭司甲我立约的人。天要显明伊的公义，因为上帝本身是审判者。感谢主呼召阮正做仆人来服侍你，求主你帮助阮来坚定行伫你的道路，无互私利，无互家己的思想甲所以爱的来阻挡。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